即嘛真侪短影片伫咧社群平台是抢甲掠袂牢，而且趁 AI 发展的即个势，加速创作的流程，效益是真惊人。毋过嘛为即个产业带来新的冲击。拍开社群平台，定会当看到大数据推播的短影音，嘛出现愈来愈侪 AI 生成的美短剧，看山破拿，毋免用脑筋的内容，为业者轻松赚到流量。 这一条橘猫剧的播放量是5.2个亿。为电视专用 AI 影片制作的单坤，今年伫影音平台怪手推出 AI 原创奇幻美短剧《5集的山海奇景》，引起热潮。以古典小说《山海经》为灵感，用 AI 生成剧本甲人物。 佮用快手平台，家己研发的可能 AI， 将图像快速生成影像甲特效，成为怪兽活灵活现，当作光影刷拍，已经会当展现大片的气势。第5集创下5000多万次的播放，专家看好发展潜力。 Can get a lot of wow factor, a lot of crazy things.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n the future would be that I think, for example. Big sci-fi is going to be done in Bilibili. It's not going to be done by big studios in the cinema. 高楼事业用于 AI 趋势已经无法度挡，也伫全球引起各种法律甲伦理争议。但款共款拄到 AI 生成的影片，互抄袭复制，各种法庭、演员甲拍片团队是烦恼，肖像甲工作互连接复制替代。 美短剧事件这2年也换过太平洋，吹伫加州好莱坞。经过疫情了后，经济无好，百家风波甲制片方紧缩预算的困难时刻。美短剧正做真侪演员的救命索，即马已经翻地做80亿美金的产业。真侪影音平台也拢进驻发展，共款的好野人霸总套路，换上西方的面厂甲潮品，永远是流量的保证。公司新闻收费中朋友。